听说在台湾的 AIT 官员不能学习讲台语，有此事吗？若有，原因为何？那迄毋是真的，我熟悉真济学过台语的 AIT 官员，我家己永摆伫台北办事处上班的时阵，我嘛有学过几几若档的台语。即马我也是每礼拜请老师教我台语。阮伫台北市有一间专门为 AIT 官员设立的语言学校，有真济 AIT 官员有学中文的时阵，嘛是学一寡台语。当然学中文就是阮第一优先的。不过，真济人知影会晓讲一丝仔台语，较好交朋友较好适应台湾的生活。